第四章，佛牌的力量來源與加持儀式。從咒語到法脈的啟動機制，許多人都曾聽說佛牌靈，但到底這份靈力從何而來？這一章，我們將深入探討佛牌力量的三大核心來源：加持儀式、法脈傳承與信眾心念，並順道說明主持加持儀式的泰國僧人依階級與地方的不同，常見的尊稱與含義。一、佛牌的靈力從哪裏來？一、法脈加持，高僧們承襲歷代師傅的法門，如咒術、南傳密法、求阿派系等，透過誦經灌注法力。二、開光儀式，於吉日開壇，邀請多位高僧誦經，並請天神、菩薩、地母等降臨加持，常用到佛經、古法經咒、星耀法、符印等系統。三、持咒灌注，部分高僧獨自閉關持咒8日或更長時間，將自身定力與能量灌注佛牌，稱為獨自加持。四、信眾心念，信徒佩戴佛牌的虔誠心會進一步喚醒佛力，形成共振力量。二、加持儀式中的僧人，泰國常見的僧人尊稱。在泰國，根據僧人的年資、修行、地位與地區風俗，信眾對僧人的稱呼方式各有不同。以下是佛牌世界中常見的幾種僧人稱謂與簡要說明：阿贊，泛指老師或法師，常用來稱呼有咒術或教導傳承的白衣師傅和中年的僧人。帕阿贊，指的是已經出家為比丘的老師級僧人，常負責指導佛法或傳授法門。婆吞，主要用於泰南地區，為師傅之意，帶有敬意與親切的意思。龍婆，全國通用的尊稱之一，意指尊貴的父親，一般用於德高望重的中老年高僧。龍普，表示年紀更高或修行資歷極深的老和尚，相當於祖父級師傅。龍打，較口語化、樸實的稱呼，意指慈祥長者，常見於東北地區高僧。古巴，北部特有的稱呼，以清邁、南濱地區常見，具有傳承師、祖師系統的含義。也故，東北部與寮國的稱謂，意為祖師、大師，具有古老傳承意味。帕固，是泰國佛教界正式授予的僧侶職銜，屬於中階級別的官方僧銜。了解這些稱呼不僅能幫助你閱讀佛牌資料，也有助於認識佛牌的來源與加持者背景。